会众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118篇1至2节、19至22节，旧约的645页，在旧约的645页。待会由诗会这边攻读白色的起文，会众弟兄姐妹攻读黄色字体的应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给我敞开义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都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上帝，他光照了我们。你当用绳索把寄生拴住，牵到坛角那里。你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遵从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接下来是公祷部分，也为我们这个东南亚缅甸地区的基督教信仰能够进入生活中来祷告，以及为这个卫理公会的中部地区嘉义卫理堂能够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能够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的健康祷告，以及为这个世界战乱的地区来求和平，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信仰中能够更加坚定，将主而来的喜悦分享给周围的每个人，经历主美好的同在。接下来请这个蔡绵绵姐妹来为我们攻读经课。今天的经课在以赛亚书50章4到9节前段，教会圣经804页，由我来为大家攻读。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接下来，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教会圣经217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是诗会这边的读经，在这个马太福音的19章16到26节，新约的23页，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接下来是诗班献诗。
谢谢诗班。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陈淑媛传道来为我们宣讲上帝的话语。大家平安，感谢主。这次是我第3次在这里讲道，还是紧张。来，我们先向上帝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你给我们美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殿聚集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敬拜你，让我们能够颂扬你。现在我们要听你的话语，求你接近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求神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也是我们能够顺从你的旨意，也帮助我们不单单为自己享受你的话语，但是我们也是能够纪念还很多人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听你的福音。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谢谢主耶稣，我们把每个人都放在你的手中，求你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还没。OK， 好。今天的题目就是怎么得永生？怎么得永生？经文就是从马太福音19章第16到第26节。马太福音19章第16到26节。弟兄姊妹们，圣经中记载一位少年人，他是个财主，是非常富有。大家想想啊，一个有年轻有富有的人，能度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一个又年轻又富有的人，能度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可以想象吗？随心所欲的享受乐趣就好了吧，对吗？随心所欲的享受乐趣就好了吧？尽量吃喝，环游世界，到处乱花钱，购物等等。可是，这位年轻财主看起来不是那种人，他却请教耶稣说：“夫子，我该怎么做？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他对永生的事感兴趣，也好，他这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他对永生有感兴趣，这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当然好消息。请问多少人对永生感兴趣，且积极的并认真的打听关于属灵的问题呢？很多吗？不单单少，但是少得可怜，对不对？因此，人家会信一个把信个年轻财主算是优秀。我们以为他是优秀的年轻人，
那么事实怎么样呢？这位年轻财主去见耶稣，确实没错，他找到了最有权柄的人，耶稣能提供他确切的资讯。这位年轻财主其实有问题，怎么知道他有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他有问题呢？第一的问题就是在语文里，他怎么说呢？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这个疑问有问题。这个年轻财主已经很久了，习惯靠着自己的行为办好一切事情。他认为永生也包括在内。实际上，永生不是人办得到的事。再一次，事实上，永生不是人办得到的事。我们看第14节，耶稣不喜欢这个年轻人叫他三的老师。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位是三的，谁呢？就是上帝。所以耶稣骂他的那个年轻人，你不要随便称呼人是好的，因为只有一位是善的，是好的，就是上帝。那我们从这里能够知道怎么得永生呢？从17节，我们知道怎么得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我们需要认识独一的真神，使我们能够得永生。我们看耶稣说，从18节，那位年轻人当他问耶稣的时候，那耶稣回答他，既然他问该做什么事情，耶稣跟他说，如果你要完全的话，你要遵守诫命，不料这个年轻财主却自信的向耶稣挑战说，什么诫命？并且发表声明，关于耶稣指示的所有的诫命，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他还大胆地问耶稣，还缺少什么呢？我从小遵守诫命了，还缺什么呢？这位年轻财主真的那么厉害吗？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他下意识的自夸，他以为自己已经完美无缺了，不但在经济上发财了，并且在属灵生活上，他从小遵守了神诫命的要求。他是非常骄傲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他以为他拥有通达所有事情的能力，一点也不需要外来的帮助。他是一个自义的人，他声称自己是个完全无缺的人，一点也不需要救恩与救助。然后基于自己的看法，他就断定自己配得永生。
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了解，当耶稣对这个年轻财主说，当遵守诫命，耶稣的意思是整个诫命。耶稣的意思是整个诫命，不是1-2条诫命，也不是半条诫命或者4/3的诫命，也不是喜欢或者不喜欢的诫命，也不是我做得到或者我做不到的诫命，乃是所有的诫命。神的诫命不但是被动的，好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斗他，不可做见证，做假见证，而且上帝的诫命是主动的，当尊敬父母，又当爱人，如爱自己。所以上帝的诫命是被动的，也是有主动的。耶稣要我们做所有的诫命，不是一般的。但是这位的年轻财主单单遵行被动的诫命，就觉得够了。向别人他不做坏事就够了，向别人不做坏事就够了。然而在神面前，那些还不够。此外，耶稣才提出，就是另外的诫命，就是还有组织的诫命要讨论。这位年轻的财主不但有一个问题，但是有第二个问题是在哪里呢？第一的问题就是在他语文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在他心里，他心里有问题。既然这位年轻财主问耶稣还缺什么，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的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们要看第21节。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不是不可有财富，那个不是耶稣的意思。不要误会耶稣，耶稣不是说基督徒不可拥有财富或不可当财富。财富也是神所赐的，但我们不可让财富把我们绑起来。我们该正确的看待我们的财富，不可让财富代替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弟兄姊妹们，耶稣展示了这个年轻人的内心世界。耶稣展示了这个年轻人的内心世界。第一，他不是完全人，他只是一个自义的人。第二，他是还没遵行主动的诫命，他只爱自己，不爱人。他是自私的人，不肯把他许多的产业分给穷人。第三，在他心里财富是他的神，在他心里财富是他的神。耶稣也提醒他第四个事情，你要跟随耶稣。
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得永生呢？从第21节，我们能够得到答案，就是要跟从耶稣，要跟从耶稣。现在我们看第22节，很可惜的，这位年轻人经历悲惨的绝句，结果让他觉得很失望。他被他财富拦住了，怪不得耶稣叫他变卖他所有的，除非这位年轻财主散下他的财富，否则他一辈子就不可能跟随耶稣。这位年轻财主比起爱主耶稣，他更爱他的财富；比起依靠主耶稣，他更依靠的财富；比起相信主耶稣，他选择更相信自己的财富。虽然他起初对永生那么有感兴趣，但原来那只是在表面上而已。原来心里充满贪心。虽然他起初自以为了不起，最后他两手空空的回去。他只拥有在世界上的财宝，可是在天上他根本没有份。弟兄姊妹们，来我们看第23到第24节。耶稣的意思是要认识耶稣，相信耶稣，依靠耶稣，在心里接受耶稣，让他成为大家个人的神和救主。我们要承认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舍命，第3天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天。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才能得永生。我们看第25节、第26节、第27节，我到最后的部分，就是26节说，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的。弟兄姊妹们，人不可能靠着自己得救，不可能靠着行善得救，人不可能靠着行为得救，更不可能靠着财富得救。只靠着恩典得永生，这靠着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人只有因着信才能得永生，这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才能得永生。所以从第26节，我们怎么得永生呢？就是我们要依靠上帝的救恩，我们要依靠上帝的救恩。今天我们从马太福音19章第16到26节，我们学习怎么得永生呢？第一，就是我们要认识独一的真神；第二，我们要跟从耶稣；第三，我们要依靠上帝的救恩。弟兄姊妹们，我要分享在一个时刻，就是在圣光神学院，我参与那个宣教团契。有一天，圣光神学院的宣教团契有一个节目，就是他们安排的
他们安排的节目就是我们要去观光，去那个印尼餐厅，去印尼餐厅，因为同学们都是台湾人嘛，他们大部分没有吃过印尼餐，所以我们一起去那个印尼餐厅。后来当我们一起吃的时候，他们学习用手吃的，呀，他们要试试怎么用手吃的这样的。我告诉他们要这样吃的，对吗？这样，一定不是用手，也可以用手刀来吃这样。但是台湾人因为不习惯吃这样的，他们拿饭的时候，他这样做，hop 这样给的，很有趣。后来我们吃完午餐后，我们还是去印尼店，就是叫 Index。如果大家知道印尼店就是 Index。后来同学们他们需要买一个东西，你们要买一个东西，因为我们有宣教师，我们所买的东西要分给宣教师。这样谁是哪一个是宣教师啊？秘密。OK， 那我们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我们不知道要买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没关系，你想一想，宣教师需要什么，你就买吧。所以，那个在 Index 就是那个印尼店，同学们找一找，哪一个呀？你觉得这个适合吗？不就可以，可能是，但是这个也是比较重要吧。所以这样的。后来呢，结果呢什么样呢？同学们买的东西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什么钱也是不给那么多，很少，所以只能买这个。那后来我们回学校的时候带来这个东西，后来 OK， 同学们已经买了这个东西，我们要给宣教师。OK， 那我先给你报告，哪一位的宣教师？大家知道吗？哪一位的宣教师？哪一个？这是我。原来他提名我的名字。那位宣教师就是陈淑妍。我是宣教师吗？因为你是来自印尼学生，你来台湾，所以你是算是一位宣教师，所以我是台湾的宣教师。大家同意吗？同意吗？为什么同意啊？不要马上同意。为什么我有宣教师的价值？是因为我给台湾人传福音。我在圣光神学院念书第5个学期当中，本来是1个学期，只要对15个人做个人布道，但是在这个5个学期，我不但对应该是多少人？如果5个学期45吧，75吗？75，但是我对台湾人面对面接触，分享这个教会卡、福音卡、教会卡、口罩、教会的口罩，超过150个人。陈牧师每个礼拜6下午5点对草坪对那个进行，他从2楼的办公室下来，
后来已经5点了，5点了，下班了，可以回去了。所以那个是我们的OK， 5点可以回去了，下班了。但是大家知道吗？下班后，当我要坐公车回去的时候，我在等着公车的时候，我没有下班，因为如果有其他人跟我一起等着公车，那我使用那个机会给他邀请来教会，我分享这个口罩，这个教会卡，欢迎你来教会。我去那个教会，我支持永康岛的7层楼。那个教会，我去那个教会，看得到吗？看得到。在上面有什么？有十字架。当我给他人支持永康堂，本来是我也要支持耶稣基督，就是在十字架上的给我们牺牲的耶稣。所以不是1次，不是2次，大家，我跟其他人分享。后来每次我做个人布道，我一直戴这个口罩跟那个教会卡，在我的包包里，在我的包包里总是准备什么？总是准备这个。你看，我总是准备。所以如果我已经对150个人多分享这个教会卡，那多高呢？跟这个什么口罩？为什么我一直戴这个？所以我随时有机会的话，我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分享，给他们邀请来教会。为什么邀请他们来教会？是因为如果他们来教会，他们有机会听福音，不单单一次。我可能做不到的时候，他一直听，只有1次听。但是我邀请他来教会，他有7次机会，很多次能够听福音。所以那时候我很感动，当同学们算我是台湾的宣教士，那时候我才理解原来我是台湾的宣教士。但是我真的对台湾成为宣教士，因为我不单的使用机会传扬福音。如果他们愿意跟我说话，如果他们跟我愿意讲话的话，那我有机会跟他们说耶稣基督，也是有机会帮助他们向上帝祷告，接着祷告，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就是我记得在中央公园的对面，我在吃早餐，因为我买那个菜市场，中央公园的市场，我买早餐。后来我在那个控制站坐，一边吃一边有阿姨，我给她传福音。后来，你愿意，阿姨，你愿意信耶稣吗？愿意。那我们祷告。但是我的公车要来了，等一下，1分钟祷告够了。所以1分钟祷告，让他做接着祷告。后来接着祷告后 ，OK， 刚好他马上进去。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灵魂已经有耶稣基督了。阿们。弟兄姊妹们，我想说的是，就是
我们要爱灵魂，还很多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们愿意吗？面对面给他们邀请教会，你们愿意吗？面对面跟他们接触，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跟基督徒的接触是什么样的感觉？有爱心吗？有温暖吗？好像这个年轻人的财主，他很富有，看起来他没有什么需要，对吗？最难的买礼物给谁呢？最难买礼物给谁呢？给富有的人，对吗？哎呀，买什么礼物呀？他也什么有？我买贵的东西，我钱不够；我买不好的东西，但是还是要给他，所以很烦恼，对吗？因为看起来他们没有需要什么事情。当我在学校学习关于普遍的恩典跟特殊的恩典，哇，这个神学的词语，普遍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给对所有的人的恩典，不必看他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那个是普遍的恩典。什么样的恩典呢？比如说我们能够呼吸，不单单基督徒能够呼吸，对吗？但是非基督徒也是能够呼吸。其他的恩典什么呢？他们也是能够有智慧、有知识、有才能。哇哦！何况他们比基督徒也是比优秀。那个是普遍的恩典。但是当我学习神学教义的时候，我被提醒，虽然非基督徒比基督徒优秀，他们可能是更富有，他们更有知识，他们更有财富，他们很成功，但是他们还是需要耶稣基督拯救他们。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财富不能够拯救他们，他们还是需要特殊的恩典，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他们只能得永生。所以不要被这个世界骗，因为什么？我们以为，哎呀，我不好意思跟那个财主、跟那个老板传福音，给他介绍耶稣基督，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需要。但是我们知道，你还是有需要，就是你需要耶稣，不然你不能够得救，你不能得永生。所以我现在挑战大家，在你们周围的人，无论学生在你们学校，无论年轻人你们在公司的时候，你们在工作的时候，还是在你们住的地方，你们的邻居，还是你们在你的公司，无论在哪里，你们要看，每个人本来是需要主耶稣，他们需要认识主耶稣才能得永生。所以你们愿意吗？被上帝使用？上帝啊，无论我去哪里，帮助我看到他的需要，他的内心的需要，他需要耶稣。帮助我，给我刚强的心，让我愿意给他们邀请信耶稣，邀请他们听福音，使他们有机会被上帝得救。愿意吗？OK， 所以当我们说我爱台湾，大家记得，如果你们真的爱台湾，
如果你们真的爱台湾的人，爱台湾的人民，那记得台湾的人民都需要信耶稣才得永生。弟兄姊妹们，这次我要唱一首歌，我要挑战大家，我要鼓励大家每个人能够与非基督徒接触，让他们能够感受到，透过我们，他们知道有一位真神，就是耶稣基督。我挑战大家，无论你们在哪里，你们准备给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我要唱这首歌，我请林志信老师帮助我弹琴。无论何处去，我心里背托，主你带领，绝对无差错。主我更顺从，更被主施教。主你带领，绝对无差错。在文明大城市，或在深山野岭，众灵魂中央宝贵在你眼里。无论何处去，我心里背托。主我爱你心酸。弟兄姊妹们，不久我会回应你，但是我会记得我是上帝的仆人，无论我到哪里去，我要忠心的为上帝传福音，因为很多人需要福音。我会回到印尼，在印尼也是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他们不能够靠着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才能被上帝得救，他们只能依靠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牺牲的。所以我要告诉他们，好像我在台湾传福音，我在印尼也是要继续传福音。Indah，这个给你听，只有你能够听这首歌。Kemana saja ku telah sedia, pimpinanmu takkan pernah bersalah.
赖我。请大家在你们心里对上帝祷告，请大家跟我一起奉献自己，成为上帝的器皿。我们已经享受上帝的救恩，但是很多人还没有享受上帝的救恩。请大家向上帝祷告，上帝，这是我，求你使用我，差我去向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让我能够分享上帝的救恩。准备我，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时候，我愿意被上帝使用，让更多人能够得永生。这个上帝的心意。天父上帝，感谢你，你对我们说话，感谢你，你使用你的话语感动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理解连一个人不能够依靠自己来得永生，只能依靠耶稣基督的永生。所以主耶稣，我们自此奉献自己，被上帝使用。无论我们是学青，无论是我们是社青，我们是成人，我们是老人家，我们愿意被上帝使用，帮助我们不单单在这个教会聚集在一起，享受很温暖的团聚，但是我们也是要出去传扬你的福音。我们愿意被上帝使用，我们渴慕，当我们授课以后，当我们撒种以后，我们能够收割，我们能够看荣光堂越来越很多人来敬拜你，透过我们传福音。谢谢主耶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阿们。传道为我们分享以及这个爱护台湾。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个展望会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就很感谢陈牧师，就是给展望会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来分享我们展望会的工作。那因为刚好就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个行动叫做干净的水源，孩子的救援。因为很多在非洲或者是亚洲一些比较落后的一些国家，比较贫困的国家，他们的水资源是不够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帮助他们。那可以知道说，其实呢，因为战火，然后死亡的儿童跟没有干净的水的儿童来说，其实没有干净的水，然后因为喝了水之后产生一些疾病而死亡的这些的几率呢，比战火中的儿童还要高30多倍以上。那在去年我们有统计，就是有7.85亿的孩子，就是因为没有干净的水，然后就是而死亡。那如果以家庭来说，没有干净的水源的话，其实以全球来看有22亿，那其实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所以我们来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水资源的行动，来帮助这些需要被帮助的孩子。那请帮我放一下影片，就是有一个非洲的小朋友叫做屈辱，他5岁。那他在这个地方呢，每天要走来回6公里的路。
大家可以看到说，它那个水是非常的不干净的。那其实这些水它是有很多动物的这些便溺也都在里面，所以它喝了之后呢，它就会头痛，然后身体不舒服、腹泻，那就有生病。那它也因为每天要来回这样子提水，就无法去上学。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些国家呢，有一些水资源的建设，让他们能够有干净的厕所，那也有水资源可以直接使用这样子。那就是展望会可以知道说是由美国的宣教士鲍勃皮尔斯宣教士呢他所创立的，因为那时候在看到很多国家有战火，他就说一句话也很感动我，他说愿让上帝心碎的事也让我心碎。那展望会已经今年的话是75年了。那在台湾的时候，1964年的时候来到台湾，也有很多的建设，那也帮助很多就是国内的儿童。那在1985年的时候呢，我们台湾自己帮助国内自己的孩子。那后来呢，我们有能力也帮助国外的孩子有这个援助的这个行动。那可以看到说，在1980年的时候呢，世界展望会就是美国的宣教士来到台湾。那在台东的长滨这个南溪部落，他们就是有这些储水的这些的设施在这里。那其实到目前都还是可以使用的。那可以知道说，之前我们是被别人所帮助的。那可以看到这个虽然有点模糊的照片，可以看到有个 World Vision 的十字架在上面。那有这个就可以知道说，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爱的能力，我们有能力就是帮助其他国家的需要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家，我们同样都在这个屋檐下，能够来彼此帮助、彼此的祷告。那就是今天也很巧，就刚好承传到他有提到印尼，那我今天也是要提到印尼这个地方。那5月中下旬呢，我也会去印尼这个地方。可以知道印尼它是个长长的岛国，那我用橘色框起来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西南松巴的计划区，就在松巴岛的西南部这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有2000多个孩子，是我们所要帮助的。那其实帮助这些孩子跟家庭呢，也是可以帮助整个社区的发展。那因为这里他们是比较贫穷的一个经济上比较贫穷的地方，那加上他们5岁以下的孩子，就是身体的发展是比较迟缓的状况，有大概45%。那他们呢，可能就是因为体重过轻，也高达35%，所以他们是真的比较有需求的这个计划区。那里的水资源的建设也比较缺乏，那也是希望能够来帮助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那其实在圣经以赛亚书就是大家周报应该有奉献带，那其实这句话也很感动我。58章10到11节有提到说，你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如正午。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我们展望会就有一个涌泉行动，就是希望能够来帮助这些比较需要的国家，他们有这个水资源的建设。那不仅是帮助他们水资源，也是希望他们的心灵也是丰盛的，有神的爱在里面，有社工的陪伴与他们同在。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希望能够改变孩子他们的营养。就是刚刚有提到45% 是就是他们的发展迟缓，那加上我们有统计这些的家庭呢，就5.9% 家里是有这些饮用水的部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来建设这个地方，让他们这里有3个村庄，就是至少有6个供水站。那供水的方式，可能我们会用藻井的方式，或者去上游去接水管的方式，就是看各个地方不同，有不同的建设。那也希望说，在这个其他9个村庄呢，就是能够有建设大概5间的公共的厕所。因为其实如果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些公共厕所，其实很多女生可能因为就是经期来的时候不方便，那她们就是没有男女分开的厕所，对女童来说也是很不方便的事情。希望能够改善他们的这些卫生的水资源的这些建设，也让他们自己有水资源的委员会，能够来彼此呢有这个定期的开会，能够爱护他们的水源，让孩子有干净的水，而不会有这些腹泻的状况产生，也有健康的营养在里面。那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啊，就是他们得到这些干净的水是非常的开心的，就是希望说大家的帮助，我们能够让这些孩子有更多的这个发展的机会。
那展望会呢是用儿童资助的方式，长期的帮助这些孩子，就是每个月700块，等于一天大概23元，帮助这个计划区呢有就是一些基础的建设，无论是水及卫生、健康营养，或者是教育、儿童保护等等方案都在里面。那大概8到12年的时间呢，让这个计划区已经成熟了，我们展望会就会离开，再到更偏乡的地方去服务。那展望会的宗旨就是说，能够服务最贫穷的地方、最困难的需要，让这些孩子都能够得到他们应该有的这些的需有。那可以看到说，我们虽然资助一个孩子，那其实在这个计划区可能还有其他孩子没有被资助，就等待资助的这些孩子，但其实他们都会一起来受益，因为这个700块并不是直接给这个家庭，而是帮助整个社区能够来健全发展。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方式是最好的方式，跟当地的社区居民一起来沟通，他们想要怎么样去建设自己的这个社区。那我们来看一下影片，有提到资助一个孩子，其他4个孩子一同受益。My name is Debbie. My home is Zambia. My dad's name is Obi. He is a good dad. He tells me about the time when I was very young. There was little hope then. My dad says he would always pray for change to come. If you came to my house today, you wouldn't even believe this is the same place. I live in a beautiful home surrounded by my family and friends. We have hope. The reason for the huge change in my family's life is a few years ago, children began to be sponsored. Soon, I was sponsored myself. It didn't take long to see the difference. There is now clean water steps away from my front door and plenty of food to eat. I go to school every day. I think I want to be a teacher when I get bigger. Sponsorship is the way God answered our hardship and prayers. Because I was sponsored, life for my friends has also changed in great ways. For my best friend Brenda and her grandmother, sponsorship means that they can have good, clean water. She was afraid of getting water before because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the stream was very deep and she could have drowned. The water was dirty and would make her sick. But even though she hasn't found a sponsor yet, she has good water just like me. One of the kids in my village is Adam. He might have the biggest smile in Zambia. Adam just turned 5, but still has trouble with his stomach. And even though he isn't sponsored yet, he can go to the clinic to get the help he needs. For my classmate Beatrice, my sponsorship means that her father and others like him received help to grow food. He's a farmer and through savings groups, he saved money to buy equipment to care for his fields. Beatrice never goes hungry, and her father can save for her future now. And for my neighbor Lightwell, he loves to read. Because of sponsorship, he's one of the best readers in my whole village. All the kids get to attend a reading camp where we get extra time of learning. Lightwell can't wait for the class each week. Education guarantees our future. Death used to be common in my village. It almost killed our hope. But now the 5 of us have something else in common: life. 这个影片就很感人，他就提到说，其实你资助一个孩子，其他有4个孩子，虽然还没有被资助，但是一样都是备受帮助的。那就是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来帮助，就是在西南松巴这个地方的计划区。那因为目前我们希望能够在当地有大概1000个孩子能够来被资助，那目前大概30%。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那也希望这个拣选的恩典能够临到这些孩子的身上，让大家能够来资助这个印尼西南松巴这个地方的孩子，让我们有得到干净的水，那也有健康，也有得到就是医疗，以及能够来受教育，不用再每天花1-2个小时，然后去很远地方去取
水，可以有干净的水可以使用。那所以就是周报里面会有资助的 DM 或者是奉献袋，都可以直接填写。那如果有人是有带信用卡的话，我这里也有一个新的 app 叫做 Tap Pay， 就可以直接扫这个就可以直接捐款了。等下也可以来找我，如果有资助上的问题也可以来找我。希望这些孩子都能够受益。那5月中的时候去印尼，我会把那边的一些照片或影片就带回来给会友，让大家知道说大家的帮助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回应礼，会中请起立。那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是我为你舍命，在心灵良师第181首。下丰富权柄降临，尘世被平。我舍所有为你，为你，你舍什么为我？我舍生命为你，为你。你舍什么为我？为你我不孤寂，来到世界因你，且无栖身之地，被放在马槽里。为你，为你，你怎样对待我？不过自己，为你，为你，你怎样对待我？我路崎岖难行，常遇逼迫。受人顶撞刺激，孤单无人同情。我受羞辱，为你，为你，你当怎样为我？我受羞辱，为你，为你，你当怎样为我？我为你受拘禁，被人戏弄欺凌，在十架上被钉，遍身鲜血淋漓，倾倒生命为你，为你，你舍什么给我？倾倒生命为你，为你，你献什么给我？我既这样爱你，舍去一切为你，现今在父右边，时常祈求为你，愿否献上你心归我，全心尊我为主，愿否献上你心归我，全心尊我为主。
会众请坐，请司线同工至台前预备。现在我们以甘心乐意的心意来奉献，在事工上可以使用，教会也被造就，福音得以被兴旺，让更多人都能够感受上帝的爱及救恩。感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与祈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还没预备，或是不了解奉献意义的话，请安静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身边。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叫林志信先生，对，这边介绍他本身就是基督徒，那最近有一些临时需要而参加我们的聚会，那我们一日欢迎，永远欢迎，感谢主。接下来我们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可以拱手问安。会众请坐。那这边我简单报告教会消息，详细的请大家看周报。本周为棕树主日，即将进入受难周。大灾
期节将持续至4月19号。教会将于4月18号礼拜五晚上举办受难日祷告会，邀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另外，复活节主日4月20日，教会有受洗暨转入礼拜，请为即将受洗及转入本会的弟兄姐妹信心坚定祷告。那教会即将举办60周年的这个主题，成为祝福，充满希望的祷告。那欢迎就是大家如果手边有一些照片啊、文章、影片，可以提供给教会作为这个手册的话，收件是在4月底，并为本堂60周年纪念礼拜来做祷告奉献，还有以及为这个肢体及身体不适的来做祷告。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牧师。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点简单的补充。那感谢上帝，我们的熟言传道在我们这边也即将要结束，在6月他要毕业了。那2年前我记得跟大家介绍他的时候，我有提到说这个学校特别要求说希望可以训练他的中文程度啊。那我相信这一次的讲道，让我很惊艳，就是他进步的相当多啊。那也感谢上帝，表示我们有弟兄姐妹也关心为他祷告。那我们更期待我们弟兄姐妹经常跟他说话，啊，让他这个中文更加的进步啊。因为未来的时刻他要到印尼去做中文的服事，那求主来帮助带领。那我也很感谢他今天唱这个印尼的歌曲。虽然用的调子，他用中文唱也可以，用印尼语唱也可以。那重新燃起，我觉得对一个宣教的一个跟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热心那曾几何时，我们可能也忘记了我们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热情。那求主带领，让我们持续不断的维持住那个热情。那刚好今天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展望会也特别提到这个印尼的需要。那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我们经常在教会里讲说要爱上帝跟爱人，那我们可以敬拜、赞美、唱诗、祷告，然后读圣经、爱上帝。但是我们怎么样实际上的行动去爱人？除了传福音，我们也可以透过去做这些的怜悯的事工，来帮助人，让人得帮助。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让我们持续的能够有这样的对上帝的热情，跟对人的这样的感情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来带领。那也请弟兄姐妹来记得，我们即将要进入这个60周年，我们的6月22号也是我们的60周年的时候。那教会已经准备好这个纸本的这个邀请卡跟电子档。那随时我们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请弟兄姐妹能够来邀请不管是新朋友或是老朋友，曾经在我们当中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也邀请他们来到我们当中那求主带领，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来关心这些的事工。那也有人会问说，才几个礼拜前的泰国跟缅甸的地震，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处理？那总会已经有安排就是可以指定就是为泰国或是缅甸的一个奉献。那我们这边会做一些的处理。那刚刚我们的这个世界展望会的专员也特别也提到，这个缅甸跟泰国的地震，他们也现在目前正在代收这些款项。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关心跟这样的一个祷告。那请我们也记得，我们在20年前台湾也曾经有过921的地震请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爱心，能够来发挥。那也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但是我现在不能公布就是我们当中，我们已经有一位我们本地传道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但是目前要保密，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他已经在我们当中。但是如果今天你可以仔细看的话，他已经在我们当中了那但是到他到任的时间会正式再跟大家做介绍所以请大家来为我们的本地传道更多的祷告，期待他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同工服事，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加的进步跟成长。好，那我们也为我们的5月5号到7号，我们有这个我们的
这个花莲的探访团，我们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愿上帝来带领。那另外我们在月底的时候，除了下个礼拜有受洗跟转入，在月底的时候，我们有邀请卫理神学院的院长来分享。那卫神的院长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过去他说他是一个赌徒，但是现在是基督徒，所以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那我们也可以邀请一些新朋友，可以看一个赌徒怎么样变成一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愿上帝来带领。那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能够在60年以后，我们能够更往前走，期待我们更热心的传福音，更热心领人归主。所以刚刚我们的淑媛传道说，他下课下班，然后去公车站去发单张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也许不一定可以做很多的宣教士，我们也许不一定当宣教士，但是我们可以关怀宣教的事。请弟兄姐妹能够更多关心这个福音工作跟传福音的行动，让我们自己不但是可以成为为宣教士奉献祷告的人，我们自己也成为地方的宣教士，能够在我们的社区家乡中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所在的城市成为宣教士。愿上帝来带领。以上，谢谢。会众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特别我们要进入受难周当中，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来面对前面的道路，让我们也期待复活的盼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领受你祝福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成为为你宣讲福音的人，使人看到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赐给我们有热情跟热心，让我们对上帝对人都有这样的热情跟期待。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会众请坐，会众请一同低头默祷。建乐之后可以彼此问安交通，如果需要牧者祷告，可以到台前。